弟兄姊妹，心靈珍寶今日嘅主題係最美回歸。主肋旁凹陷嘅傷痕，不斷發出愛嘅呼喚，表達主對我哋最深同埋永恆嘅愛。主為我哋釘十字架，留低肋旁嘅傷痕，表明佢渴望同我哋最深聯合，永遠同活。我哋係阿爸賜俾主嘅摯愛，只有回歸到主肋旁嘅空處，佢嘅心底，同埋活喺同佢合一嘅幸福當中，我哋嘅心靈先至能夠得着真正嘅安息同埋滿足。主好快翻嚟，我哋要享受呢份愛，裝飾整齊，完成最後一棒嘅託付。主你肋旁凹陷傷痕，不住愛喚，即係 calling 啦。你來永活在我愛的空缺，我的絕配，你是我愛的渴求。父從亙古賜你作我摯愛，我心渴想永遠為人與你相近，永住你心與你最近同活。你我挽手同步粉紅花瓣愛路，同享無盡愛的永恆，深深相印。永遠春天比夢更奇，比蜜更甜。即係寶貴，呢個係佢好明顯表示咗，佢要你我喺佢心中嘅位置。呢個係我哋唯一安息喺心中最高最寶貴嘅戀慕愛嘅位置，幫助心聯合愛嘅位置。即係今日主留低一個永恆永遠愛嘅傷痕，不住愛喚我哋活喺呢個位置裏面，只要永恆呢份愛係唔會變嘅，都係咁渴求。主你肋旁凹陷傷痕，不住愛喚，你來永活在我愛的空缺，我的絕配，你是我心愛的渴求。父從亙古賜你作我摯愛，我心渴想永遠為人與你相近，永住你心與你最近同活。你我挽手同步粉紅花瓣愛路，同享無盡愛的永恆，深深相印。永遠春天比夢更奇，比蜜更甜。我睇今日主喺佢快啲前啦，佢託付同埋揀選，佢翻起前真係最後時候噶，喺整個教會嘅時代啦，現時都幾多啊，但係太寶貴，即係從我初信時候已經愛上雅歌書，佢份愛改變我好厲害，呢個都係絕對嘅心啊！要我個人每個都享受，另外成個教會就辛苦。應該有辛苦俾個主自己，呢個自然係就翻嚟呢個榮耀嘅新郎啦。佢愛渴求，太寶貴，我能夠俾到主所要嘅，呢個都實際上係你我最大嘅需要嘅。
我冇法講一生呢份愛，即係改變幾大，同埋咧越過所有啲難處。唱多首俾你聽到，今日寫嘅，即係兩首都係歲中星時寫嘅。咁但係我呢首歌叫做最美回歸，就回歸翻主肋旁嗰個為你所存留呢個幫我最深聯合骨中骨嘅愛嘅位置裏面。讓我回歸你肋旁紅處，填補你愛的空缺，活在骨中骨愛的幸福中，晝夜與你甜同活，不在你愛漂流枯乾，回歸泡鬧你愛中，深深飲於你，向你甜美愛，活在你同在愛中，我心安息永留。你肋旁紅處，你至美心底，是為我永遠存留。我是你至愛，你骨中的骨，是你最相配佳偶。你心底最深秘密，真係太寶貴。個人方面嚟講，我係冇人自己心底佢最深嘅秘密嚟嘅。當咗教會啦，當然就係心底最大愛嘅秘密，真係太寶貴。亦都係父賜俾佢愛子最大愛嘅禮物嚟，係父將我同主配在一起，直到永恆。我係主嘅所謂原配，亦都係絕配，亦都係永配。為此就為佢家整個在上家啦。但我每個都係個人方面啦，係主佢最深愛嘅秘密。所以我哋整體嚟講咧，當然係神嘅心底個最深愛秘密嘅，但係唔會抹殺咗你個人方面